娛樂圈的風向總是變得比6月的天還快，前一刻船是萬眾矚目的焦點，後一刻就可能陷入輿論的漩渦中心。這筆關於任嘉倫新劇的番位爭議，又一次毫無預兆地引爆了社交平台，相關話題的討論度在短短幾個小時內就呈現出幾何級數的增長。原本應該是一場歡歡喜喜迎接新作品上線的盛事，卻因為一份官宣名單的微妙調整，瞬間演變成了一場粉絲與片方之間、粉絲與粉絲之間的激烈角力，甚至讓從男主變特別出演這樣刺眼的字眼刷遍了評論勾。事情起因於任嘉倫一部備受期待的新劇《佳偶天成》，這部改編自14郎同名小說的古裝奇幻劇，從立項之初就吸引了無數目光。一方面是因為原著 IP 本身擁有濃大的書粉基礎，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該劇的製作班底相當紮實，導演郭虎曾執導過《周生如故》《蓮花樓》等口碑佳作，總編劇趙娜也操刀過《楚喬傳》《神籍怨》這樣的大熱劇集。這樣的強強聯合，讓《佳偶天成》在開拍前就被苦多人預定了爆款席位。加上此前官方釋出的物料中，任嘉倫飾演的新婦五不全助咒的戰鬼續為孤鹿千喬，無論是造型船事人設都極具吸引力。如黃學潤飾演的新薇組成的 CP 也頗有化學反應，全網預約量一度突破415萬，足見市場對其的期待值之高。最初的消息和招商文案中，任嘉倫與黃學潤作為領銜主演的地位非常穩固，是毫無疑問的劇集核心。按照常規的劇宣節奏，臨近開播前官宣最終陣容，無非是進一步穩固粉絲情緒，為劇集開播造勢。然而，當正式的定檔官宣文案和海報在4月20日這一天出爐時，心細的粉絲和嗅覺敏銳的網友很快就發現了不對勁的地方。雖然通稿裏依然寫着任嘉倫、黃學潤領銜主演，但在一些細節描述和部分渠道的宣傳中，演雲表的排列順序、頭銜的表述似乎發生了微妙的變化。特別是當趙信堯特別主演、劉學義友情出演、鄭業成等特別出演這些信息並列出現時，關於任嘉倫在該劇中實際番位和重要性的猜測開始滋生。真正引爆雷點的是隨後傳出的關於任嘉倫在該劇中的揮份佔比問題。有觀看過樣片或掌握內部消息的網友指出，任嘉倫作為名義上的男主角，在正片中的單集出場時間竟然不足10分鐘，有時甚至整集只有寥寥幾個鏡頭，其角色的成長線也被剪得支離破碎，整體存在感遠不如預告片和宣傳海報所暗示的那般是絕對核心。這一消息如同一顆深水炸彈，瞬間在任嘉倫的粉絲圈中炸開了窩。隨之而來的是被騙了、掛羊頭肉狗肉、拿我們哥哥當引流工具人等憤怒的聲音開始刷屏。隨後的發展更是讓事態急劇升溫。豆瓣評分頁面上，《佳偶天成》的分數在開播後不久就從旋算體面的7.2分斷崖式下跌到了5.8分。儘管評分開分與下滑受多重因素影響，但氣氛爭議無疑是最直接的火藥桶。粉絲們不再僅僅停留在情緒宣洩，而是迅速組織起來，採取了更為專業的擁權方式。他們開始一幀一幀地統計任嘉倫在已播出劇集中的實際出場時長，用精確到秒的數據表格嚟證明自家偶像的揮份被嚴重壓縮。這種用數據說話的打頭式擁權，在粉圈極具煽動性和傳播力。與此同時，部分情緒激動的粉絲甚至將對劇方操作的不滿延伸到了對劇集本身和相關合作方的抵制上，揚言要用腳投票，拒絕為該劇的一切商務和熱度買單。面對粉絲如同潮水般的質問和崩潰式的留言刷屏，劇方的官方微博評論勾瞬間淪陷，被稱尊重演運、貴船男主應有待遇、要求給出合理解釋等評論徹底淹沒。這樣的場景對於任嘉倫和他的粉絲群體而言，其實並不陌生。回顧任嘉倫近幾年的演藝生涯，關於番位和戲份的爭議似乎如影隨形，幾乎成了他每一部重要作品宣發期都難以避開的傳統藝能。早前與 Angelababy、楊穎合作拍攝《
暮色深約時，兩方粉絲就曾因為海報上的站位和官宣文案中的名字排序展開過曠日持久的拉鋸戰。當時劇方模糊的處理方式和導演一跳轉發微博時先任嘉倫後 Angelababy 的操作，直接引發了女方粉絲的強烈不滿，導致粉絲群體揚言拒絕為該劇進行任何宣傳，讓劇集的播出之路蒙上了一層陰影。甚至到了劇集殺青許久之後，關於番位的舊賬依然會被時不時翻出，成為雙方粉絲互相攻訐的素材。如果說暮色深約的番位之爭旋足於男女主演之間的一哥一姐排位戰，那在另一部名為《天驕》的年代劇中，任嘉倫面臨的則是更為敏感和複雜的三男主排序困境。據報道，這部由央視出品、名導張曉波執導的正劇，原本擬定的三位男主角中包括任嘉倫、白敬亭和董子健。然而，在選角過程中卻傳出任嘉倫方面對番位排序存在異議，甚至一度考慮棄演的消息。儘管這背後有着複雜的行業規則和正處於改革期的署名規定影響，但消息一出，無疑又給任嘉倫貼上了番位癌的標籤，讓路人觀感變得更為複雜。此外，與秦俊傑合作時傳出的番位摩擦，以及更早之前與李一桐合作時因徽份問題引發的粉絲罵戰，這一系列事件串在一起，構成了一條清晰的時間線，勾勒出一種哪裏有任嘉倫的劇，哪裏就有番位爭議的疲憊圖景。平心而論，粉絲為了擁護偶像的權益而發聲，這在娛樂圈是再正常不過的現象。在數據即價值的時代，番位不僅僅是一個署名順序，它確實在某種程度上代表着行業對藝人商業價值、價位和影響力的認可。對於粉絲而言，支持偶像爭一番，本質上是在捍衛他們心中偶像應有的尊嚴和市場地位，不願看到自家辛苦打拼多年的偶像被後來者壓過一頭，更不願看到偶像淪為資本和片方用來引流的工具人。這種心態完全可以理解，尤其是在偶像本人可能因為合約或礙於情面不便發聲時，粉絲就成了擁護偶像利益的最後一道防線。他們投入了真金白銀和時間精力，自然希望得到對等的尊重和回報。然而，我們也必須看到番位之爭的另一面，那就是他所暴露出的影視行業長久以來的畸形生態。當演運和粉絲將過多的精力放在排名先後、海報站位、名字高低這些細枝末節上時，一部作品最核心的劇本質量、角色完成度和藝術價值反而被放到了次要位置。這種為番位論的風氣，不僅容易導致合作方之間的對立和撕裂，消耗劇組內部創作能量，更會敗披露人怨，讓潛在的觀眾在劇集開播前就對其產生負面印象。更重要的是，真正優秀的演運，從來不是靠海報上的位置嚟證明自己的。無論是主角還是配角，能夠憑借有限的徽份演出光彩，讓觀眾記住的角色，才是真本事。比如《狂飆》中將容文飾演的高啟強，並非一番，卻貢獻了全劇最讓人津津樂道的表演。又如《漫長的季節》裡的一眾配角，出場時間雖短，但每一個都立體鮮活。這些例子都證明，戲份的多少和番位的前後，從來都不是衡量一個演員成敗的唯一標尺。理性來看，《佳偶天成》這次的風波，或許存在着多種可能性。也許是劇集為了劇情節奏在多線敘事中做出了取捨，導致某位演員的單集出場時間出現波動。這並非是鉗對個人的刻意打壓，也許是宣傳口徑在不同階段存在信息差，導致最初的期待值與最終呈現效果之間產生了落差。在沒有確鑿證據表明片方存在惡意欺詐或違約行為的情況下，僅憑猜測和部分場次徽份就發起聲勢浩大的抵制和聲討，是否有些操之過急？退一步講，即使片方在宣傳時確實存在放大招吸引眼球的小心思，這種操作在行業寒冬、流量為王的背景下雖然不夠體面，但也並非難以想象的巨大惡級。用如此激烈的方式擁權，最終受損的不僅是劇集的商業表現，更可能影響到演員本人與平台、製片方未來的合作關係。畢竟，
沒有哪個製片方願意啟用一個自帶爭議體制、動輒引發輿論風暴的演運，哪怕他再能剛劇。在這場喧囂的風波中，情緒是最廉價的，也是最容易被利用的。粉絲的憤怒是真的，片方的壓力也是真的，但在這兩股力量的拉扯中，最無辜的莫過於作品本身和那些真正期待一個好故事的普通觀眾。任嘉倫作為一名有作品、有流量的成熟演員，他早已不需要用虛名嚟證明自己。錦衣之下，你的陸毅、周生如故，你的周生辰，這些深入人心的角色才是他立足的根本。粉絲們與其為了幾分鐘的揮訓和名單排序爭得面紅耳赤，不如將這份熱情轉化為對角色本身的討論和對劇集品質的監督。好的表演，即使只有幾個鏡頭也能成為經典；垮掉的表演，即便佔滿全片也不過是過眼雲煙。回顧整起事件，從一份官宣名單引發的連鎖反應，到粉絲情緒的徹底宣洩，折射出的依然是內娛影視工業長久以來揮之不去的焦慮與結構性問題。番位之爭，爭的看似是排名，實則是資源分配、商業價值評估乃至行業話語權的博弈。但無論如何，這一切的落點最終應該回歸於作品。對於任嘉倫而言，他正處於從古偶書的勾向更廣闊揮露轉型的關鍵期，與其讓粉絲執着於一城一詞的番位得失，不如鼓勵他以更具說服力的角色跨越爭議。對於粉絲群體，拳愛護之心固然可貴，但過度的敏感與攻擊性，不僅容易讓偶像陷入輿論的被動，更會模糊大眾對其專業能力的關注焦點。而對於片方和整個行業，如何通過更透明的機制和更專業的操作來規避此類糾紛，而不是利用或縱容番位話題進行炒作，同樣是亟待思考的課題。無論是粉絲、片方，還是看客，或苦都該試着放下那份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私庸，讓角色的魅力回歸角色，讓演員的價值回歸表演。少一些戾氣，多一些對作品本身的聚焦，用理智和包容去營造一個更健康的創作環境，這遠比爭出一個虛磨的一番更有意義。畢竟，時間是最公平的裁判，留下來的永遠是經典的角色，而不是海報上短暫的排位。